后来继续来看有一个防疫病房的护理师，伫家己的 IG 来发布一段名为每礼拜的采检日的这个影片，主要是咧讲，伊每礼拜拢必须都要面对着动天啊的惊狂，也就是每礼拜拢要互采检一届，看是毋是有畏着病毒。伊讲伊咧互采检的时阵，也是无法度克服心中的惊狂，逐届拢当场情绪崩盘痛哭。身体求伫隔离房的后壁，伊是病院防疫病房的护理师米可。因为伊的工课是要照顾较近的病人，照规定逐礼拜拢要进行 PCR 的核酸检测。毋过因为大摆拢要甲工具放入去片空，互伊真惊吓。我们要强迫了。快点！你看你已经进步了，你已经从前面5公分变成2公分，快点，再2公分，不要快进步，头要往前。再2公分，进去吧。好佳哉有同事伫边仔一直甲鼓励，互伊力量。毋过要是记载袂牢，当场就哭出来。毋过上尾啊，也是有完成采检。面对病毒，第一线医护人员虽然有当时啊嘛真惊吓，毋过还是爱继续坚持。米可伫伊的社群平台记录平常时做工课情形，嘛互大家看到医护人员真勇敢的画面。